好乖。叮叮叮叮叮叮。喂，我做唱歌。哥哥，我嚟緊啦。得啦，你唔好阻住 B B 啦。B B 過嚟。係咪有凳啊？你坐啦。啱使。食啦。參與晚會，非常希望食自己是上海人嘅主辦自己對世博嘅爭議。喂，你做乜走嚟搞佢啊？上海見證㗎。不過咪哥哥先啊。即刻叫你啊！唔得做緊嘢啊！爵士天后羅拉亦都有份參與演出。現場就段月亮代表我的心，那是我樂的陽光職場，亦到職場送上一段青壯公園。壞。一定之後用電腦都可以。